镜周刊报道，其实孙奇君有位在大陆工作的正宫女友，在他遇到郭雪芙之前，已经交往了1年半多。只是开拍我们不能是朋友之后，孙奇君就整个人变得怪怪。熟悉 K 小姐的友人为 K 小姐受到劈腿对待感到不平，而向本刊爆料，据悉 K 小姐在大陆工作时获知孙奇君劈腿迹象，却从未获得他清楚的解释，几乎崩溃，不得不向友人诉苦求援。根据 K 小姐的友人转述，原本农历过年期间，家在美国的孙奇君还要带 K 小姐前去拜年。如今女伴已经换成郭雪芙，而且郭雪芙应该对孙奇君的感情状况所知甚少。本刊也取得 K 小姐与孙奇君令人鼻酸的讯息记录，在此节录如下，延伸阅读：雪芙成小三，雪芙成小三。